各位兄弟平安，真欢喜，能够会当伫即个时间来敬拜上帝，请密祷造乐。耶和华啊，求你将你的道路指示我，将你的路途教示我。求你带我伫你的真理，搁教示我，因为你是救我的上帝，我通日听候你。耶和华啊，求你纪念你的怜悯甲你的慈爱，因为这是伫古早以来就有的。一条咱要来唱圣诗，圣诗306首。圣诗306首，我的心你着学老主，着学老主荣光圣名。我的心你毋通袂记，伊一切好事是主所行。学老我主，我的心你着学老主，学老我主，我的心你着学老主，请咱起立来吟。这条，请咱用书读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书读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搭坐伫全能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这条咱要来启用。伫圣诗后壁面，启用文第6篇，显着咱要来启用。
启应文第6篇第1005页。第6篇，上帝啊，求你保护我，因为你是我的避难所。我捌对上主讲，你是我的主，只有你是我幸福的源头。地上的圣徒实在真尊贵，甲因做伙是我上大的欢喜。去对别个神明的人，一定加添痛苦。我毋参因的献祭，嘛毋敬拜因的生命。上主，你是我的产业，我的福杯。你固守我一直的份额，你将真水的土地分予我，我得到的产业实在真好。我要称赞驾驶我的上主，每时我的心指点我，我无时感受上主的同在。伊伫我的正边，我袂摇动，所以我的心欢喜，我的神快乐，我的肉体嘛要安然自在。因为你袂甲我放杀伫阴间，嘛袂互你的忠诚的囝子民落去深渊。你会指示我人生的道路，伫你面前我有满满的欢喜，伫你正边我有永远的快乐。这点，请咱三甲额头来祈祷。亲爱的天父，阮感谢你，伫你的定着的日子，定着的时，阮永远要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主你。你是创造阮的，天地拢伫你的粒里。当阮看见最近伫欧洲、伫中国大陆的水灾，我看见疫情伫世界窜行，阮就知，耶和华你是主，你是掌管一切。求你怜悯这一切，特别伫东京的奥运。主，你也甲遮个选手伫咧，会当人平安伫即个时期，会当甲遮个疫情会当得到控制。阮也看见侪受疫情着无爱的，无论伫工作，无论伫私事，求主你安慰遮，互阮会知，阮的日子无法度逐工拢遮顺利。你也甲因讲，着趁野花通吹着的时。来找你，就他相求的时来求叫伊。歹人就离开因的道路，不义的人就改换你的念头。主，阮也知天怎样较悬的地，你的念头也要悬过阮的念头，你的道路也要悬过阮的道路。伫通找着的时，伫你面前做正，因为明暗时黑暗时若到，就无法度做正你的工。求主你保守看顾甲带领，阮也少年侪兄弟，兼才有病痛，兼才有心灵空虚的，求主你拢甲因同在，透过你的话语，会当成做因的帮助。上时阮也要听主你的声音，对听你来赏赐，成做阮日常的美牛。阮也少年阮侪的兄弟，无论伫大角落，伫倒位啥物所在。求主，你也平平使每一个人有平安的脚脚伫因的心头。阮搁伫面前献上阮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主名来求，阿免。一点，咱要来赞美八福，请示范。you
即条咱过来读上帝话。今日圣经记载伫撒母耳下卷第7章。撒母耳下卷第7章，话本第387页，新现代译本362页，台湾本第335页。撒母耳下卷第7章，选着我来读。第章第1节，当王踮伫厝内，耶和华也已经予伊脱离死位的对敌，得到安静的时，王甲先知拿单讲：看，我踮伫你香柏茶的厝内，将上帝柜踮伫帐里内。拿单对王讲：今仔你的心所想的通做，因为耶和华甲你伫地。迄暝，耶和华的话临到拿单讲：你去甲我的奴仆大卫讲，耶和华安尼讲：你要起厝，互我徛起吗？你对我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日到今仔日，我袂捌踮伫厝内，常常行伫布边甲会幕，甲我以色列人所行的所在，兼捌对以色列人一个支派的事实，就是我命令照顾我的百姓以色列讲：恁啥事无甲我起香柏茶的厝，就甲我的奴仆大卫讲万军的耶和华安尼讲：我对羊条中直直趁羊群敬你，做我百姓以色列的君王。你无论去倒落，我常常家己伫地，伫你的面前剪除你一切的对敌。我的确互你得到大名，亲像世上遐个伟人的大名一样。我要为着我的百姓以色列定着一个所在，栽培因，互因踮伫家己的所在，无过牵线，凶恶的类，无亲像早前搅扰因，也无亲像对我命令事事管理我的百姓以色列日。我要互你脱离一切的对敌，着安静。搁耶和华甲伊讲：耶和华要甲你建立家，到你的日子已经满，你甲你的列祖三角困的时，我要设立你所出的后裔来煞接你。我也要坚固因的国，伊要为我的名起殿。我要坚固伊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伊的爸。伊要做我的囝，伊若犯罪，我要用人的管，世间的鞭折毒伊。总是我挚爱，无要离开伊，亲像我互伊离开扫罗，就是我所弃杀你的面前的，你的厝甲你的国，要永远建立伫你的面前，你的国位也要坚固到永远。17节，拿单就照一切话，照一切启示。安尼甲大卫讲，大卫王就入去，坐伫耶和华的面前讲：主耶和华，我是一罪，我的家算什么？你既然带我到这个地位，主耶和华讲，对你看最小看，你搁论到你的奴仆的厝到伫久长。主耶和华，这是人间的罪，大卫也有啥物话通对你讲啊？主耶和华，你知你的奴仆，为着你的话，搁照你的心，你行这一切的大事，互你的奴仆知，耶和华上帝啊，你是至大，照阮的耳孔所听见的，无一个会比你。你以外无上帝。地上有啥物国亲像你的百姓以色列？就是上帝去救赎因，归伫家己做百姓。互因有名声，搁伫你的百姓的面前，就是你对埃及甲列邦以及因遐个上帝所救赎出来的，为着行大的代志，为着你的地做通行的事，你捌为着家己建立你的百姓以色列，永远做你的百姓。耶和华，你也做因的上帝。25节，耶和华上帝啊！当你所论到你的奴仆甲你的奴仆的家，愿你永远坚固伊，照你所讲的来行。
愿人永远尊你的名最大，讲万军的耶和华是管理以色列的上帝，佮你的奴仆大卫的家要伫你的面前坚固。万军的耶和华以及以色列的上帝啊，因为你启示你的奴仆讲，我要甲你建立家，所以你的奴仆好胆用这个祈祷来对你祈祷。主耶和华，你是上帝啊，你的话是真实，你也用这个福气应允你的奴仆，求你使你的奴仆的家，互因永远伫你的面前。主耶和华，因为你有公义，愿你的奴仆的家对你的侍奉来得到福气到永远。咱圣经看到这，这碟咱要请牧师来讲道。牧师讲道的题目是上帝的祝福，上帝的祝福。请兄弟平安。伫传达上帝的话之前，咱同齐额头来祈祷。听我阿爸爸上帝，感谢你，互阮有份伫你的面头前，会当听见你的话，互阮知影要安怎做，才会当得到你所赐的福气。阮的心静静，阮的耳孔来到你的面头前，详细听，恳求圣神帮助阮，互阮的心敬虔，听见阿爸爸上帝的声。阮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亲兄弟，咱今仔日实在是爱感谢咱的爸上帝，因为咱有缘活咧，有缘健康伫上帝面头前，会当来听上帝的话语。咱嘛得到一个好的消息，知影后礼拜开始，咱会当恢复到礼拜堂来敬拜咱的上帝，来看见教会内面的兄弟姊妹。毋知影这个消息对兄弟来讲是欢喜的，也是有淡薄仔失落感。有的人2个月已经惯势，敢若伫厝做礼拜嘛袂歹，毋免去教会，嘛毋免甲其他人交叉，都免去面对人甲人中间关系。有的人认为圣经读咧就会使啊，就知影上帝要讲啥物。嘛惯势，伫做礼拜的时阵，用遥控器一台一台换，伫看逐间教会的礼拜甲讲道。安尼的过程，看起来、听起来，敢若会当得到侪的营养，就是对上帝遐来的美牛，应该会当食介饱。总是，咱爱来看，嘛来反省，看家己的心，伫这个过程的中间，咱所憔悴的、所要爱的是啥物？亲像今仔日圣经节，互咱看见大卫伊的心。大卫的心想要为着上帝来起造圣殿。咱看见伊是伫什么时想要安尼做？当上帝互伊脱离四围一切的对敌的时，伊的心得到安静的时，伊的生活得安静的时，和平的时，伊住咧
要香茶所起造的厝。伫迄时，伊想，我会当住伫遮，啊，我的上帝敢会使无所在通住？这个心思介趣味，毋知影兄姐，当你家己住伫你的厝的时阵，你敢有亲像大卫安尼想讲我住咧遐尼好的厝，毋知影教会有需要来改变、来起造搁较好无？啊无，我的上帝住了，毋知影有事实无？咱即摆会伫想讲，若是安尼想着介戆，因为咱拢知上帝毋是住伫礼拜堂内面。总是伫面对着建堂的时阵，其实咱的心嘛会甲大卫共款。我嘛毋茫会当为着我的上帝来做啥物。大卫家己住咧足好的厝，伊的心袂平静。上帝互伊的心安静，总是伊的心无平静，伊不安，伊想我哪会当住了遐尼好？我的上帝煞无所在通住。伫上帝互大卫安静和平的生活的中间，大卫的心无平静，伊的心不安。这个不安是真做对上帝所赏赐互伊的这一切，伊感觉家己敢若袂堪呢，所以伊想，若是会使为着上帝做啥物，我的心较会平静。亲像咱定定伫教会内面嘛会伫想，我会当为着我的上帝做啥物咧？教会爱做啥物事工，才会当互我的心平安啊？所以大卫做一件足趣味的代志，伊去甲先知拿单讲，伊甲拿单讲，伊要为着上帝来起厝。拿单对大卫讲：“既然你的心所想的通去做，因为耶和华甲你伫对。”当拿单面对着大卫不安的心，伊用大卫得到上帝的同在，用大卫是王的身份做判断，甲大卫讲：因为上帝甲你伫地，所以既然你的心所想的，你就去做吧。这是拿单迄时对大卫伊的王所讲的话。先知所爱讲的话，是爱对上帝遐来，才通传讲。总是拿单即时，咱看见圣经无记载，伊先敲吹上帝的声，无伊直接就甲大卫讲：你会当安尼去做。这是真做一个人的判断。大卫是王，上帝互伊伫战争的时拢拍赢，所以上帝的确甲伊同在。伊要做啥物，上帝应该拢会答应。而且伊是为着要为上帝来做，所以拿单安尼甲回答。总是咱看见，迄暝上帝话临到伊的先知，伊所拣选的先知，伊的奴仆拿单，伊甲讲：你去甲我的奴仆大卫讲，你要起厝，互我徛起嘛？
咱伫圣经文内面所记载的，咱知影，上帝甲拿单讲，去甲大卫传达啥物？你是安怎想要为着我起厝咧？你啥物时看过我需要厝来住？对以早到即马，我敢有出嘴讲过我需要一间好的厝来住吗？我祝福予以色列我的百姓的时，拢无甲伊要求我爱坐。你哪会想着讲要起一间厝，互我来徛起咧？这代表啥物？代表上帝伫甲拿单讲，嘛伫甲大卫讲。恁敢真正认捌我是恁的上帝？恁敢真正知影我爱的是啥物咧？恁毋知，总是我知恁的心伫想啥物。上帝甲拿单安尼讲的时，拿单的心会安怎想咧？我今仔日已经甲大卫、甲王讲，既然你的心所想的，你通去做，因为上帝甲你伫地。结果上帝即马甲我讲，毋是安尼，伊无要一间厝来住，嘛无需要。当这个话传达互大卫的时，大卫所得到的答案是两个，一个是昨上帝先知甲我讲，会通去做我的心想要做的，我的心会当得到平安的代志。总是早暗暝的时，上帝甲先知讲，伊无要住我要去的厝。上帝毋但甲拿单甲大卫讲，起厝这件代志，上帝伊看见大卫想要起厝真正的心是啥物？当大卫甲约柜影子转来到耶路撒冷，要甲伊斗阵的时阵，伊所爱的是啥物？伊爱的敢是约柜？毋是，伊爱的是耶和华上帝甲伊伫地。伊爱的是耶和华上帝所会当享受的福气。伊爱的是耶和华上帝遐所享受的所有的福气。所以想要起一间厝，互上帝住的意思是啥物？上帝，你甲我住做伙，你就永远甲我斗阵。你所享受的福气，都拢伫我遮。上帝知影大卫所要传达的是这，上帝知影，所以上帝当伊拒绝的时，伊是要表明伊家己是甚物款的上帝，伊是无需要住厝的上帝。上帝讲：我伫步平甲会幕行来行去，我无需要一个固定的所在。总是你若要起这间厝，会使，我会互你的囝来做这件代志。总是上帝伫交代大卫会当完成伊所要为着上帝所起厝的这个心愿的时，伊先甲大卫的心点出来，讲出来，我会祝福予你，祝福予你，祝福予你的后裔，对你遮生的，嘛坚固这个国甲国的位。到永远。上帝知影大卫要起厝互伊住的目的，是要得到祝福，
是要永远的祝福。上帝毋但要互大卫知影，我会祝福互你，我会甲你斗阵，伊互大卫一个搁较侪的福气，是永远。你的后代子孙，这个国、这个位，我留互你，一直到永远。即摆咱知影，迄个国所指的，迄个位所讲的，迄个王是耶稣基督。这个永远才有可能真做永远。总是迄时大卫伫听的时，只有想到是我生出来的我的囝儿，上帝应答，因为我想要去上帝的厝，上帝嘛要去造我的厝，要祝福互我的囝儿，我的囝孙孙拢会坐伫这个国度内面，一个王的位。虽然看见刷落来时，大卫听见拿单的传达了后，伊去到上帝面头前祈祷，伊甲上帝讲话，伊感谢上帝。咱嘛看见伊好胆来求上帝应允伊已经讲出来的话。伫遮，咱来看上帝、大卫甲拿单中间的关系。对上帝的祝福来敲吹这个关系中间，上帝安怎甲真正的福气传达伫伊的百姓的性命中间？圣殿、厝，伫原文内面是同一个字。当大卫要起一个圣殿，一间厝，互上帝住。上帝讲：“我会先起造你的家。”圣殿、厝、家是同一个原文。上帝对大卫的回答是真多。我知你毋但是要起一间厝互我，我知影你所需要的福气是对你的家、你的性命、你肉体顶面所需要一切。透过看会到的厝，上帝看见大卫的心，想要为着伊起造厝，毋是为着真正要为着上帝做甚物，其实是要透过为上帝做甚物来得到上帝的祝福。上帝讲：“你毋免做，你毋免起造圣殿互我，因为我毋是爱你做甚物互我才祝福互你的上帝。总是因为我知影你的心想要做甚物，才会安静落来。我答应，总是这件代志毋是你做，毋是你做。福气我会互你，我知影你爱的福气。我毋但互你，我阁互你的囝孙孙。毋但是互你的囝孙孙，你想讲到对一代，毋是到对一代，是到永远。因为我知影的，你的不安，到有平安的迄个过程，我知你爱其实是爱我甲你伫地，我会甲你伫地。你爱的福气，其实毋但是福气，你所爱看的迄个福气是你目睭所看见、世间人所看见的，毋是迄个性命延续，毋是甲我永远斗阵。总是我要互你的，是超过遮的。我毋但要互你的心得到安静，得到平安，毋是毋但要互你的肉体来得到平静。我阁会互你性命中间，阁延续出来子孙的性命，嘛拢得到我甲伊伫地。这个祝福超过大卫所求的，是真多超过肉体得到的快乐。
咱伫看事福、福气，拢是看世间的快乐。大间的厝，好的厝，有好的头路，会当趁侪的钱。健康，总是咱就是有健康尔，若是无钱，咱犹原认为上帝无赐福。咱其实到后壁所看的，就是上帝互我有偌济钱，来看上帝有甲我斗阵无。甲大秘想要起一间厝，一个看会到的物件，来看上帝有甲我斗阵无，是共款的意思。人的目睭拢想要用看会到的迄个标准来看上帝有甲我斗阵无，总是上帝毋是安尼伫甲咱讲，伊甲咱斗阵。什么时，咱的目睭、咱的心，毋是要超找迄个看会到的物件，你才会知影上帝的赐福是甚物。上帝甲你直地迄个平安、迄个安静，伊已经互大秘啦。总是大秘伫迄个平安甲安静的中间，家己的心不安。伊的心不安，是因为伊无看见伊想要看见的。上帝爱大秘超过这个角度来看上帝的赐福啊，所以因为伊一个伊看袂到的，我互你的囝囝孙孙拢坐伫这个位，一直到永远，这大秘敢看会到？看袂到啊！总是上帝安尼来满足大秘伊的心的不安。这个应允，大秘伫上帝面头前感谢上帝的事，佫提出来讲：我即马放胆、好胆来求你，照你所应允的来为我行。亲爱兄弟，当咱的心想要为着上帝做啥物的时阵，当咱知影上帝照安尼来互咱的时阵，咱佫来到上帝面头前来感谢伊，顺续佫甲讲，愿你所应允的，照你的应允来甲我完成。这代表啥物咧？其实，这个相信的基础无介知啊。看起来是感谢，是祈祷，是恳求，总是代表其实伊无完全相信上帝，所以伊的感谢的祈祷内面，其实犹原阁转来到源头前不安的心，照你的心所想的，照你所应允互我的，求你来甲我完成啊！咱甲上帝的关系常常是安尼，我想要为着上帝做啥物？当我确定上帝会伫这件代志甲我同在，伫做的过程中间，咱也阁一直求，一直求。主啊，你著为着我行；主啊，你著为着我行。咱无真正看见咱甲上帝中间的关系。上帝甲大秘讲：我无要离开，亲像我真正离开，袂阁有安尼的代志来发生。应允的毋单是伫大秘遮，阁伫大秘的行行顺顺。咱敢有相信，当咱对上帝遐来领受上帝的救赎，上帝就袂离开啊？也是咱每一摆，当咱的生活平安的时、安静的时、顺利的时，就想啊，我会当为着啥物？为着上帝来做啥物咧？因为我的心不安。我敢若得到遮的袂堪咧，我若无为着上帝来做啥物，敢若配不上上帝所给我的恩典。当伫做的时阵，佫硬硬出，想讲毋知影上帝答应无？你都已经伫做啊，你都惊迄上帝无甲你斗阵。到后壁。大秘甲上帝中间的迄个祈祷，咱嘛看见大秘的心，毋单是感谢，其实犹原
搁得求，搁得求。上帝互大卫做一件代志，伊会赐予真做一个应允，讲你毋免为着我起厝。上帝拒绝伊来起这个厝，爱互伊的后裔，互伊的囝来起这间厝，目的是啥物？我即马甲你答应，其实你嘛是共款心袂平安啦，因为你着一直心拢袂平安，无完全相信我甲你伫地。安尼，我互你做一件代志，我交代。要起圣殿，要起厝会使，毋过毋是对你遮来，伊爱讲一个互大卫的心接受的答案，因为你的手流人的血，所以袂使。我耶和华上帝是圣洁的，毋是你要为着我做啥物，我拢总会使接受的，嘛是爱照我的标准来。伊互大卫安静落来，毋是伊来起造这个圣殿，总是交代大卫，是你的囝来做这件代志。这个交代介趣味，因为这个交代互大卫的心会当真正安静落来。因为伊开始传起造圣殿的材料，伊用侪年的时间去传。伫传这个材料的过程中间，伊搁爱去想伊的囝遐尼济，毋知影上帝要经对一个来起造这个殿。上帝讲你的囝爱起造，伊嘛爱去想，上帝是爱对一个囝来起造，我爱对一个囝来交代。这个圣殿要安怎起？咱伫旧约伫历代志，看见大卫甲上帝的关系，嘛看见上帝交代，迄个圣殿爱安怎起造。这个互大卫，毋是停落来去感受迄个上帝的应允，甲伊无斗阵，无。伊遮个上帝交代甲吩咐，互大卫的生活甲伊的心烧起来。伊开始伫想，我会当做啥物，我爱传啥物。伊搁爱传互伊的囝儿，伊爱传互伊的囝，互伊的囝知影上帝讲这个圣殿是恁爱来起造的。伊搁爱听候上帝的声，是对一个囝。所以这个信仰，伊甲上帝的关系，伊的确爱。实实在在，互伊的囝拢知影伊甲上帝中间有这个约定，知影上帝有这个应允。这个真做伊甲上帝的关系，就是信仰的关系，传承互伊的囝，互伊的囝知影这个约定，毋那是我的爸爸甲上帝中间的关系。也甲我有关系。大卫伫无用遮个代志的过程，伊甲上帝的关系传互伊的囝咯。这是上帝爱大卫所做，为伊所做的代志，嘛是上帝爱摩西。传达互以色列人所讲的，你著甲我的律例、诫命传互你的囝，传互你的孙，互因对我遮来得到福气，亲像你对我遮来得到福气共款。上帝赐福毋是互你一个人尔，是起造你的家庭，是互你的囝儿，互你的囝孙，总是这个赐福。爱透过你，为着上帝来做啥物？传达上帝律例甲诫命，也阁有甲你甲上帝中间的关系，上帝的吩咐，恁中间的约定，互你的囝儿来知影，互因甲上帝嘛有这个关系，互因毋那是认捌耶和华上帝是你的上帝尔，嘛是伊的上帝。这才是上帝互大卫起造伊的圣殿、伊的厝、伊的家，
完全束缚伫大密生命中间的迄个福气，甲我会当互你的好甲福气，传互你的子孙，口说无凭，爱做。总是这个做是虾米人做？是你的心不安，想要为着上帝做虾米的人来做。咱看见上帝甲大密的关系，毋那是伊竞选大密，成做以色列人的王，毋那是要互大密做王，得到世间人所看到的台小台拢赢，阁有济钱财，活咧安尼尔，毋是。上帝要互大密的是建立伊的家，互伊肉体的性命会当延续落来，阁会当得到上帝的同在。当咱伫超吹上帝所赏赐互我的福气，会当互我的囝儿得到无？咱敢有甲上帝来约定？当咱得到上帝救赎的时，咱敢有相信上帝嘛愿意甲这个福气延续伫咱的子孙内面？若是有，你就毋通阁问上帝，嘛毋免阁求上帝讲照你所应允的来甲我成，照你所应允的，互我的子孙成做，互你祝福的迄个。因为上帝的应允，上帝的话讲出来是就是，伊竞选你，要祝福互你，要甲你的子孙斗阵。这是不变的、不变的听、不变的约定。你只要照上帝的吩咐，甲你的囝儿来讲，爱安怎做，这是上帝会甲咱斗阵的。甲上帝的努力、上帝的改变，也阁有我甲上帝中间发生的多代志，甲你的囝儿讲。互伊嘛会当去经历着上帝甲伊的关系，嘛是会当安尼来行。上帝所赏赐的平安，所赏赐的福气，毋是世间人所看见的。总是上帝嘛甲大密讲一件代志，因为你的目睭所看的是爱看会到的，我嘛要甲你讲，我要你的囝来起造这个圣殿，总是我会听。甲伊斗阵，拢袂离开，也毋过，我会用世间人的怪甲变来甲接触。迄个爱看到的是啥物？毋是你所看到的呢？我会用你想要看到啊，来引带你的囝儿伫我的面头前。来得到福气，来行这个正的路。我会处罚伊，亲像老爸处罚囝共款。迄个疼，毋是无处罚，是伫行毋着路的中间，为着要互你行转来处罚，用世间人所看会到的、知影的怪甲变。来处罚。上帝甲大密中间的关系，伊伫朝大密的目睭所看见的，甲心所爱的。大密想要爱，毋是为着上帝起一间厝遐尼简单。上帝知影，上帝无爱大密，只有为着伊起一间厝。上帝拒绝目的是为着要互大密认捌伊家己，嘛认捌上帝。
搁较认捌伊甲上帝中间的关系。上帝拒绝大密，毋是完全的拒绝，伊交代伊爱引带伊的囝儿伫上帝面头前，照上帝的吩咐，安尼才会当得到甲上帝永远斗阵，这才有起厝的意义。上帝用安尼来满足大密，想要为着上帝做啥物，来得到上帝祝福的心。当咱伫上帝面头前，伫想我伫教会内面会当为着上帝来做啥物，互我的心得到平安的时，咱就亲像大密共款。认为我若无做遮的，上帝可能袂甲我斗阵，嘛袂祝福互我。这时上帝就要讲，我祝福互我的百姓的时阵，敢有爱因为着我做啥物吗？上帝是用安尼来回答大密，今仔日嘛犹原安尼来回答。你想要为着上帝来做啥物，才会当得到上帝的福气甲同在？上帝犹原安尼来回答。你真正想要为上帝伫教会内面来做啥物？建堂吗？上帝爱的是这个起造起来的厝吗？毋是。总是建堂了后，是啥物人伫教会伫这个建堂了后的这个礼拜堂组织的？是兄弟姊妹。兄弟姊妹中间彼此相疼的这个，才是真正的建堂，才是真正上帝所要爱的。事工建堂拢是共款，咱想要为着上帝做啥物来确定上帝祝福甲我同在。总是这是咱的心所想的。上帝袂因为咱做遮的，伊才要祝福互咱，毋是。总是当咱想要为着上帝做啥物的时阵，上帝嘛知影咱的心不安。所以会使会当做，总是毋是咱的手来做尔，毋是，是咱犹原啊延续，互咱的子孙，互咱所听的、所要得到上帝福气的人，拢总斗阵来做，也佫有爱听上帝的吩咐来做。这个上帝的吩咐，中间嘛是会有拒绝。嘛是会有同意。当上帝的拒绝目的是为着要互人知影，上帝为上帝的标准，上帝会当讲无爱，总是会无爱有但书，你会当安怎做？当伫咱的手头若无法度建堂的时阵，咱是毋是会当甲这个建堂的想要做的事工的迄个心来交托、交代伫教会内面的囝儿同齐来做这件代志？当咱伫上帝面头前来领受上帝已经予咱的福气甲身份的时，咱就安然自在、安静、平静来到上帝面头前来领受。嘛，互咱伫教会内面的后代会当得到知影我甲上帝中间，咱甲上帝中间所发生的过去，也佫有救赎。拿单甲大密中间的关系嘛是介趣味。拿单是上帝的先知，总是回答的时，伊无照上帝所吩咐伊的，伊嘛是共款爱去面对着，伊爱诚心讲，伊爱诚心甲大密讲。咱若甲拿单的这个角色看做是教会内面的牧师，当教会内面讲要做啥物事工的时阵，牧师的心
嘛是会用人的角度来回答。既然要做，咱就来做，因为上帝的确甲咱同在。总是若是上帝讲毋是安尼的时阵，牧师嘛是共款的，亲像拿单共款，照实传达，照实传达，嘛照实承认我讲毋对咯。这是今仔日的经文内面，咱嘛爱去详细看的。上帝所赏赐的这个福气，伊嘛是完全嘛是有，毋那是互大卫，伊的祝福嘛互拿单，伊互拿单继续成做先知，都是拿单讲了毋对的话时，伊看毋对代志的时，只要上帝甲吩咐，伊个有缘会当照实来讲的时，伊会当继续成做上帝的奴仆来安尼做。当大卫听见拿单安尼讲，伊的心伊去到上帝面头前祈祷的时，其实这嘛是一个过程。是安怎昨拿单，你的先知甲我讲会使，即摆佫讲袂使。其实大卫伫上帝面头前的这个祈祷，嘛是真做一个，迄个困求。嘛是真做伊不安的原因。拿单的话无共款，上帝甲伊的百姓中间的关系，会透过先知来传达。总是先知也是牧师讲毋对的时阵，有缘爱照实来承认，搁来讲出对真正的吩咐。大卫去到上帝面头前，真做搁较确实的决定。伊来到上帝面头前来敲吹，照你所讲的来行。拿单对上帝遐得到的祝福，是伊甲大卫中间这个过程，也就是安尼，直到后壁大卫做毋对代志的时阵，上帝会当派拿单搁去甲大卫来提醒。拿单继续对上帝遐得到福气，成做上帝先知，继续来服侍。上帝祝福透过一件代志，毋那是互一个人。上帝祝福是互一件代志内面一个人的心，甲伊身躯边的人无共款的即份。甲这件代志拢有关系，上帝拢会祝福。总是上帝祝福的时，所要讲的、所要看的，是先甲咱心肝头内面上深的迄个我真正爱的提醒出来，提醒出来，爱咱去面对着家己心肝头。真正的家己，嘛看见家己甲上帝中间的关系。今仔日礼拜行动方案，看家己是毋是有亲像大卫共款，想要为着上帝做啥物，才会当互家己的心来得到平安。刷落来。写落来，写你想要为着上帝做啥物，嘛去想你想要为着上帝做啥物，上帝无答应你去做。上帝无答应你去做的事，伊互你啥物来代替？咱嘛求圣神伫咱的心肝头来提醒咱心肝头内面上深的迄个感受。我想要为着上帝做工的原因是啥物？咱想要看到的迄个上帝的福气，敢真正是上帝要互我的？永远你的子孙坐伫这个位，得到我所享受的福气，所指的上帝国的国度，是耶稣基督坐伫迄个位。
大卫迄当阵毋知影上帝所要互伊的是这，就是耶稣甲伊的学生讲，我的国毋是伫遮的事，伊的学生犹原嘛毋捌。当咱伫教会内面，咱想要超出迄个时间也好，建堂也好，咱敢真正知影咱所爱的迄个永远，迄个会当得到教会名声的迄个，到底是要互教会有名声，还是这个教会的王头是基督，是上帝？咱若一直想到的是咱家己的国度，咱家己教会迄个名声，就毋是爱去做圣殿的上帝所要互咱的。大卫想要为上帝做代志的时，伊毋是家己去甲上帝讲，伊透过上帝的奴仆拿单，上帝的先知所竞选的先知。当兄弟，恁的心肝头想要为着上帝做啥物的时阵，你敢有亲像大卫共款，主动去找你的牧师来甲讲你想要做啥物？你敢有真正去甲你的牧师来参详，嘛，互你的牧师为着这件代志来得到上帝的吩咐，甲你讲应该要安怎做，上帝的心是啥物？这是爱确定的。若是无透过遮的，要安怎知影上帝所讲的话，真正就是我所想的呢？啥那上帝毋是直接甲大卫讲，伊阁透过拿单来转达互大卫的。上帝伫做工的时，亲像咱几个礼拜之前所讲的。经爱扛迄个约柜的时，毋是用车，毋是简单的，是爱用人来扛，因为迄个是团队。上帝伫经伊的奴仆的时，毋是拿单诚做伊的奴仆尔，大卫嘛是伊的奴仆。上帝甲拿单讲：“你去甲我的奴仆大卫讲，咱看见。”大卫甲拿单拢是伫上帝面头前，互上帝称作奴仆。这份无共，所爱负责的、爱做的工是无共款的。互拿单诚做真正上帝的先知，嘛互咱的牧师真正伫上帝面头前，诚做一个会当传达上帝的旨意的牧师。会当为着兄弟、为着教会来祈祷的牧师，嘛，互教会建堂的这个事工，毋若看见是一间厝，是伫上帝永远徛起伫所有的人的心肝头，互耶稣基督坐伫咱的心内面，迄个宝座。诚做咱的王，一直到永远。互上帝福气真正甲咱透过咱的身躯，诚做圣，诚做圣殿，互上帝带了真正有属实，毋是去白香茶的厝，互上帝。事工建堂，咱拢爱去想到的是这。真正为着上帝所做，真正要得到上帝祝福的，是爱甲上帝所交代的。每一个人的这份，每一个人应该爱做，拢总伫上帝面头前，照上帝的吩咐来传达、来行，才会当看见上帝的确伫咱的中间。咱同齐额头来祈祷。听阮阿爸的上帝，感谢你，感谢你赐福互阮，感谢你甲阮永远伫地袂离开，感谢你的应允，互阮知影，阮是你的囝儿，互阮知影，当阮做毋对的事，你会处罚阮，
互阮知影，阮的心定定其实家己拢无明白。总是来到你的面头前的时，阮会当对你的吩咐中间看见真正的家己，嘛对这个真正的家己中间来敲找甲你中间正确的关系。阿爸，阮的爸，阮的上帝，阮要伫你的面头前承受你所赏赐予阮的福气，你所赏赐予阮的平安，你所赏赐予阮的性命，为着这个来感谢，为着这个来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即条咱要来唱会用的圣诗327首，圣诗第327首。主上帝，求你监察我，试炼我，在我心思，看我有啥物歹所行，无带我行伫你永活的路。请咱起立来吟。主上帝，求你监察我，试验我，在我心思，看我有啥物歹所行无，因带我行伫你永活的路。主上帝，求你监察我，试验我，在我心思，看我有啥物歹所行无，因带我行伫你永活的路。接咱要来报告，事项，咱全国疫情伫7月27甲8月1日初9，咱降为2级。咱宗教场所所采用限制空间开放，受到中会内文依照内政部的开放甲条件来指示，所以咱教会的空间会当开放，所以咱后礼拜就恢复第一礼拜甲聚会，咱请兄弟共同来遵守。所以伫后礼拜咱拜四，过来拜即礼拜拜四19号，咱有姊妹查经上午10点，拜五暗有查经祈祷会，7点半伫教会。咱后礼拜讲道游园是牧师苏慧娘长老、苏琴刘老师领唱吴永兄、苏宪、义节执事甲吉南执事、交代小宝姐甲苏长老、蔡辉、秋妹执事、清扫园姐，咱爱餐暂停，咱奉献的甲出去咱家己来看。按教界的消息，伫7月中会南方教会升国会同会甲第一任牧师李俊玉就任感恩礼拜，因奉约伫7月24下晡3点举行感恩礼拜吼，实体礼拜才要定工才来举办。一条，咱来看本周的金句。咱本周的金句，我来读。也知基督的疼，
就是搬过伫人所会知会听，互恁照上帝招庇的充满来得到充满。上帝行做搬过咱一切所求所想的，就是照伊所运行伫咱的权能，愿咱教会家己基督耶稣荣光归于到万世，代代无煞。阿门。以弗所书第3章19-21节，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并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门。以弗所书3章19节到21节。这点咱讲道要来请牧师。这是咱同齐进入讲道的时间。阮的主，感谢你听到你的正经儿伫你面头前的求讨，为着因家己，搁较侪会当经过圣神的提醒来看见家己的心，嘛用因伫你的面头前所恳求，想要确认甲你中间的关系。主，恳求你赐福予你的正经儿，予因的祈祷，予因的恳求，予因的心伫你的面头前清清白白，得到你所赏赐的福气。予因知影家己是你的囝儿，爱真做彼此相听的关系，嘛予因会祈祷。伫你的面头前，真做芳芳的坐，因为因用祈祷求讨，
熟悉的人、无熟悉的人，会当得到平安，来成做彼此相疼的行动。主，恳求你接纳遮的祈祷，因为你有应允，你有应允，会当超吹亲近你，嘛来到你的面头前来求讨。你是疼人、疼你的囝儿的上帝。感谢你听阮的祈祷，感谢你一个一个拣选，成做你的囝儿，嘛处罚你的囝儿，拢总伫你的赐福内面，互阮每一个人伫你的面头前来得到真正的福气，就是你永远袂离开。感谢听阮的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日要来唱圣诗第398首，圣诗398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显明恩典慈悲，天父上帝赏赐大福，听咱亲像囝儿，听咱亲像囝儿。请来起立来吟，吟诗煞请牧师祝祷。愿天父上帝的疼叹，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圣神的同在，甲恁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